日本传奇球星铃木一朗昨天举行记者会宣布退休。东京电视台主播福田典子为了让没有电视的民众也可以透过网络观看记者会实况，在推特上分享其他媒体的网路，被网友赞爆。美国职棒大联盟海外开幕第2战昨天晚间在日本东京巨蛋举行，效力大联盟西雅图水手队的伊朗在赛后举行记者会，正式宣布退休，让这场比赛成了伊朗的最后一役。日本东京体育报道，伊朗昨天举行退休记者会，为自己从进入日本职棒后的28年职棒生涯画下句点。昨天这场比赛先由日本电视台无线频道地上播实况转播，但中间因为无线频道要播放另外的节目，将比赛转到日本电视台的卫星频道 BS 转播，并持续到退休记者会。不过，因为不是每个人家中都能收视卫星频道，加上也有人出门在外无法收看电视，所以不少人无法及时观看这场退休记者会，产生不少的收视难民。察觉到这种情况的福田典子，在推特上介绍完自家新闻节目后，把其他媒体利用 YouTube 进行现场实况转播的连结转贴到自己的推特上。虽然对自己身为电视台主播分享其他媒体的连结感到犹豫，但还是呼吁大家广为分享，让想看伊朗记者会的人都能看到。这篇贴文涌入大量感谢与称赞的留言。有网友说，真是帮了大忙，本来想说无法实况观看伊朗的退休记者会，有这个连结真是太感谢了。有网友说，福田的贴心拯救了很多人。福田推特上的实况转播连结是日媒 The Page 的 YouTube 频道。The Page 全程伊朗退休记者会的影片，13小时的观看人次高达178万次，相当惊人。